琴日提及 BDNF， 佢可以改善阿茲海默症。另外有一個小孩、成人、長者都會出現嘅情況，叫專注力不足。在此，有啲家長會發現小朋友閱讀一篇文章，每一個字都識，但完全入唔到腦。神經細胞負責傳遞信息，當神經細胞 A 想傳遞一個信息俾神經細胞 B， 神經細胞 A 用一條觸鬚 neuron 傳出一個信息，電流去到觸鬚嘅尖端會分泌一種神經傳導物 neurotransmitter， 佢會被神經細胞 B 嘅觸鬚上面嘅接收體 receptor 捉住，接住一個電流，沿住神經細胞 B 嘅觸鬚 neuron 將信息帶到 B 細胞。但如果 B 細胞捉唔到神經傳導物，便收唔到信息啦。呢個叫專注力不足。專注力不足其實係突觸 synapse 之間嘅問題。突觸 synapse 就係神經細胞 A 嘅觸鬚尾端同神經細胞 B 嘅觸鬚尾端之間嘅空隙。原來 BDNF link 1，佢因為影響突觸 link 2，令突觸上加強反應，令信息容易傳到 B 細胞，專注力自然增加。